哎，世叔姑娘，皇上吩咐过了，谁都不见。不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哎，龙小弟，世叔姑娘，您轻一点，皇上睡着了，别惊扰了圣驾。哎，世叔姑娘，小声点儿。龙小弟，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他是喝醉了。啊？皇上喝醉了？哎呦，老奴该死，老奴该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这皇上一早啊，就写了一道圣旨，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我知道了，这儿交给我吧，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好，好，好。哎呦，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哎呀，龙小弟，龙小弟，醒醒！老大，你来了，陪朕喝2杯。别喝了，你这以前不酗酒的，现在怎么了？什么都别问了，陪朕喝2杯吧。不许再喝了！看着我，我问你，鄂必齐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你是皇上啊，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天子的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是啊，朕是皇上，应该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你太让我失望了。老大，朕对自己也很失望。朕以为朕亲政了，就可以乾纲独断了，没想到。而且我就不明白了，你是皇上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既不违反大清律例，又顺应民心啊。老大，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朕现在心里好难受，让朕抱一抱好不好？让朕抱抱。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想理你了。哎，老大，老大，哎，起来。你就是个大骗子，我再也不想理你了。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还记得上面的字吗？你曾经说过，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可是如今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没脚没爪的龙，你根本就是一条虫。是一座红尘的城墙，煎熬过你给的苍茫，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奈何不了无言过往。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谁会陪我遥望夕阳？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思念比毒药更传唱。我不能和你在一起，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意思。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消除贵族特权，革除积弊，整顿吏治，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好，我答应你，这个利息我一定还。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盖章。龙小弟，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别说胡话，咱们2人是拜过把子的，说好了有难同当，同生共死的，所以为了我，一定要撑下去。
小弟，用痴心的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放心吧，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放心吧，人不死，账不来，一定要好好偿着。要是你不在，我来账了怎么办？不会来账，因为你是一个好王。我之前说过，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你真的很好。谢谢，谢谢你，老大。谢谢，所以一定要撑住。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康熙在骗了我，康熙在骗了我。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朱哥哥，我输了。别难过了。环美，我早就说过了，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回到金銮殿，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朱哥哥，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还是你的皇位？你要说实话，不许骗我。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康熙没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永远不会骗你。我跟康熙不一样，他从小生长在宫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朝廷的积弊。环美，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我相信你，朱哥哥。最起码你没骗过我，不像康熙那样。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傅跟爹要光复大明，扶你登基了。环美，你终于想明白了。我想明白了，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这里诛杀一个恶霸，那里铲除一个贪官，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环美，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
皇上吉祥。凭什么？是。玉欢呢？回皇上，诗书姑娘已经安歇了。你们先退下吧。是。老大，老大，老大，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朕想跟你说会儿话。老大，皇上，您还是先回去吧。诗书姑娘，她是小孩子脾气，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她就越是听不进去。您先放下几天，过几天自然就好了。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她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皇上您放心，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她，相信她会明白的。真没想到，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这样一来，你打算借机挑起清廷内乱的计划，怕是落空了。虽然计划落空，但欢妹及时醒悟了，也算是意外之喜。啊，那就恭喜大师兄了。这样一来，小师妹就能收回对康熙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只怕这付出的感情，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但愿吧。老大，你就别再板着一张脸了，行吗？皇上千万别折煞奴婢了。奴婢啊，跟皇上是尊卑有别，奴婢再也不敢冒充什么老大，冒犯龙威了。朕知道你心里还在生朕的气。没有，奴婢在皇上面前只是一只小蟑螂。哦不，奴婢就是一只小臭臭。只要您龙足一抬啊，就能把奴婢剁个稀巴烂。是吗？那你昨儿个还骂朕是个骗子，不仅是个骗子，还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你还撕了朕的檀香古扇。奴婢得了失心疯了，求皇上治罪，奴婢罪该万死。老大，你就别再和朕赌气了，好吗？你以为朕不想杀尽贪官，整顿吏治吗？朕想，朕做梦都想。可是朕这个皇帝也不是万能的呀。太皇太后说的对，这朝中的事情很复杂，没那么简单，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只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咬。朕只能徐徐图之，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
二公子，时候不早了，咱们该赶路了。再等一会儿吧。叶姑娘和叶少侠一定是在京城寻到了亲人，想必不会和我们一起去滇都了。咱们还是赶快赶路好了。来，二公子请。倩影，倩影，叶兄弟，二公子，二公子，我还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说这就是缘分。我们原计划在京城投亲，但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听说是以前搬到外地了。我本想在京城找一家镖局落脚，但是我妹妹一直拉着我，让我来投靠二公子。不知二公子可否收留我们兄妹二人？这还用问吗？求之不得啊！请。这一纵队向左，这一纵队向右，啊！开始攻城！哈哈哈哈！老爸，有人来了，有人来看我了，我要吃的。老爸，我是易欢，我来看你了，给你糖吃。我要吃的啊！哦，好吃，真好吃。玉欢，玉欢是谁啊？我要吃，好吃，我好吃。我的糖。老爸，乖，不能再吃了，这个不能再吃了啊，乖，不能吃了。哎，这还有呢，鳌拜，还有呢。鳌拜，你看，这是桂花糕，给你的。你是好人，他是坏人，他抢我糖，不好。哎，好吃，好吃。猪哥哥，看来鳌拜是真的疯了。好吃。我吃完了，我们要杀出去。鳌拜，我们先走了啊，把吃的放在这儿，你自己慢慢吃。你们下次来看我，再知道。我还要。走吧。好吃，吃完了我们杀出去。以前呢，我觉得鳌拜很残暴，很可恨。可是他疯了以后，今天又看到他这样，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你觉得他可怜，说不定他自己觉得很快乐呢。他这一生，前半辈子替爱新觉罗一族打天下，后半辈子在朝堂上和其他3个顾命大臣斗得你死我活，未必有现在的日子过得自在。鳌拜这一疯，他手下的情报网络也都瘫痪了，潜伏在咱们明珠谷的奸细也不会再露面了。现在形势很复杂，樊师妹跟叶师弟跟着吴应奇去了云南，继续打探1号金钥匙的下落。希望他们能顺利找到金钥匙，咱们也顺利找到真的铜匣，再找出潜伏在明珠谷的奸细，这样咱们就可以撤出紫禁城了。欢妹，你不是一直打算继续留在宫里吗？那是以前，现在康熙已经不是我的龙小弟了，我不想再继续留在那个骗子身边了。走吧。
真没想到，滇都不仅有京城的繁华，还有京城看不到的民族风情。对啊，其实滇都啊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等我这次见了我父王之后，我带你们再好好逛逛。你爹是不是很凶啊？我父王平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因为是军人出身，所以总是有点不怒而威。说实话，我每次见到他呀，我心里还会发怵的。但是他人还是很好的，尤其是对我和我娘，他心里啊还是很疼我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平西王虽然在世人的口中颇受争议，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疼爱儿子的好父亲。对啊，庆阳，你真是善解人意。二公子辛苦了。王爷有命，要二公子一回来，速去复命，不得耽搁。好，我这就去。叶兄，倩影，我娘和我喜欢清静，所以自行冠礼之后，我娘就随我搬出了王府。这样甚好。倘若真是平西王府的话，只怕我们兄妹二人还不敢踏入了。吴嬷嬷，这位是叶兄弟，叶姑娘，你要为他们安排最上等的客房。二公子放心，昨夜接到消息，我就准备好了，一切用度都安排了最好的。哎，对了，让你准备的药材，你准备齐了吗？大多都准备好了，都是双份，但唯有一味雪肤草只找到了1份。倩影，你看，为你调制药膏的药材，咱们可找齐了。可是，皇上命你把1份药材送往京城，这雪肤草却只有1份。皇上那边啊，咱们再想办法。当然是先给你找齐了药钱。叶兄，倩影，我还有要事，就无暇陪你们先拜见我娘了。你们先到府上安顿，有什么需要的就跟吴嬷嬷讲，等我晚上回来，再给你们接风洗尘。二公子且忙正事要紧，不必以我们兄妹二人为念。这二公子连衣服都来不及换，看来定是有要事。叶公子，叶姑娘，请。叶姑娘，请。叶姑娘，看看，还有什么短缺的？哦，没有了，都挺好的，有劳了。那叶姑娘且先安歇，我再去叶公子房里看看。主母之命来请叶姑娘一见。你家主母是？我家主母是平西王侧妃，二公子的娘亲。平西王侧妃就住在这里吗？我家主母喜欢清静，叶姑娘这边请。主子，叶姑娘来了。
民女叶倩影拜见王妃。不必多礼，看茶。是。想不到二公子的娘亲如此年轻美貌，优雅端庄。也只有她这样的娘亲，才生得出二公子那样的儿子吧。我琪儿在家书上说，叶姑娘是她新结识的朋友。并且是她的红颜知己。琪儿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惊险，多亏了叶姑娘屡次搭救，我心里好生感激。王妃言重了，二公子吉人自有天相，我不过是略施以援手罢了。叶姑娘，你虽说是江湖儿女，但是性子却温柔和善，落落大方。我一见你，心里就好生欢喜。叶姑娘，你还是第一次来滇都吧？你且安心的在我府上住下，等我琪儿忙完公务，让她带你四下好好逛一逛，好好的领略一下滇都风情。多谢王妃。孩儿不敢有所隐瞒，当初父王要孩儿运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孩儿在登记造册之时，曾看过一眼这把金钥匙，但是也并没有十分留意。后来与山西总兵舒建会面之时，舒建特意将这把金钥匙贴身收藏，儿子也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对这把金钥匙的印象也并不是十分分明。后来父王命密使从舒建那夺回金钥匙，那密使也是直接带走了金钥匙，孩儿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所以您要问孩儿，这把金钥匙是不是当初的那把，孩儿也不敢确定。你这话说的是真的？那这把金钥匙？假的。假的？那真的呢？不知道，下落不明。那父王真是大意失荆州啊！当年绞杀永历帝时，父王就见他镜中带着一把金钥匙。当时我虽怀疑永历帝如此贴身之物必定十分贵重，但我却猜不出它究竟有何用途。所以，当朝廷要父王将永历帝遗物全部押送进京时，就没有将它扣下。父王，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把金钥匙的用途的？10多年前，父王绞杀永历帝以后，就已经成为朱明联盟必杀之而后快的第一人，所以父王就在朱明联盟里安插了内线。在你们押送永历帝遗物进京后，我才从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当年崇祯皇帝意识到大明江山危机时，就将宫里的宝藏隐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然后绘制了一张藏宝图，藏在了一个铜匣子里。除了藏宝图，这铜匣中还藏有各地朱明联盟成员的潜伏名单。所以这把金钥匙就是开启那个铜匣子的。不错，打开这个铜匣子的金钥匙一共有3把，3把必须同时打开，否则就会破坏机关，毁掉铜匣子里的藏宝图与名单。孩儿办事不力，没想到这把金钥匙有这么特别的重要性，孩儿竟然让它在眼皮子底下被人掉了包。
父王可以肯定，你出发时带走的金钥匙那是真的。所以一接到密报后，父王就立刻派人快马加鞭通知你换下金钥匙。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等我的人赶到时，金钥匙已经落到了书剑之手。没办法，我只好命人假扮劫匪杀了书剑，劫回金钥匙。可这把金钥匙，已非是当初父王给你的那把了。孩儿办事不力，请父王降罪。琪儿，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你要仔细想想，这一路上，除了你和书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也接触过这把金钥匙？这，琪儿，莫非你想起了什么？父王，孩儿将押送过程想了又想，实在没发现是哪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琪儿啊，你这次京城之行十分辛苦，父王啊，对你非常满意。我已命人将给你的赏赐送到你的府邸，你先回去好好休息。若是想起什么，再回来告诉父王。是，孩儿告退。千阳，千阳，怎么样？在这儿住得惯吗？要是缺什么的话，就跟我说一声。你娘给我送了好些衣物玩物和金银首饰，现在我什么都不缺了。那就好。二公子，你这是怎么了？好像脸色有一点不好。没什么，就是今天去交差时，被我父王数落了一顿。你一路上这么辛苦，你父王为何还要训斥你啊？还不是因为永历帝遗物里的那把金钥匙。什么金钥匙啊？千阳，你还记得吗？永历帝遗物中的那个首饰盒里，有一把金钥匙。当时你打开盒子看，还有东西掉在了地上。你捡起的东西里面，就有那把金钥匙。是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些东西掉在地上后，我就一股脑的都将它们捡回了盒子。莫非
是舒总兵从永历帝遗物当中拿出来戴在镜上的那样东西，难不成就是那把金钥匙？不错。后来书剑遇刺，那把金钥匙也不知被什么人掳走了。我父王为此责怪我，说不好向朝廷交代。哦，这书剑遇刺一案，皇上已知道是山西巡抚刘德昭所为，那金钥匙应该就在刘德昭手上。如今皇帝已判他下狱，那这金钥匙就应该在皇帝手上。你父王不过是责备你几句罢了。我还是第一次外出办差，没想到办成这样，我心里很是自责。英奇，对不起，是我盗走了金钥匙，不过我盗走的也是一把假的，就算我告诉你实话，你只怕也不会相信。时候不早了，早点歇息吧。二公子，这是什么？这是为你调制好的冰肌雪肤膏。既是我承诺过你的事，就一定会为你做到。英奇，对不起，对不起。王爷，二公子一路押送永历帝遗物进京的事情就是这样。您还有什么疑问吗？石青红，这一路上有没有察觉二公子有什么可疑之处？这倒没有。不过，自从二公子见到了叶倩莹以后，好像很喜欢这个姑娘。叶倩莹和她哥哥叶默生路上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卑职觉得这兄妹二人很神秘，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行踪难测。说具体点儿。永历帝的遗物在交给山西总兵舒剑之前的那个晚上，本来是放在二公子房间里的。可是那天夜里，二公子曾邀请叶姑娘到他的房间里面挑灯下棋。那后来呢？后来，那叶氏兄妹跟我们说，他们要到京城去投亲，之后又来找二公子说亲人没有找到。卑职觉得，这也是疑点。你先下去吧，好好看着叶氏兄妹，一旦有动静，随时来报。卑职遵命。二公子，王爷问我话的情形就是这样。好，对我果然忠心。这是我父王赏我的。现在
他们都是你的了。这太多了吧？卑职不敢收。怎么？我父王说的话你就听，我说的话你就不听了？卑职不敢。老实啊，自从我父王把你调到我身边，我就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二公子，卑职虽然效忠于王爷，但自从到了二公子身边，从未在王爷面前说过您半句坏话。我知道，要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二公子，这话什么意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傅恒波。你怎么知道？我不仅知道你叫傅恒波，是曾经伏虎山的山大王，我还知道你曾经袭击过我父王的粮队，还偷袭过我父王。我父王左肩上的那道剑伤，也是你的杰作吧？后来看我父王在云南的势力越来越大，就改头换面，化作石青红，投靠了我父王。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揭发我？哼，那是因为你对我还不错。石青红，我就问你一句：我和我父王之间，你更愿意效忠于谁？卑职更愿意效忠二公子。好。那么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上没有傅恒波，只有石青红。叶欢，这个是吴应奇命人快马加鞭从云南送来的药材，你看一看，是不是你要配置冰肌血肤养颜膏的药材？朱哥哥，我辨别药材的能力没有你强，你帮我看看吧。好。回皇上，这的确是配置冰肌血肤养颜膏所需要的药材，但是独独少了一味最重要的血肤草。那怎么办呀？那冰肌血肤养颜膏是制不出来了吗？那不是，叶欢，你先别着急，我让吴应奇再想想办法。奴婢不敢有劳皇上，皇上说过，皇上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还是等奴婢出宫以后自己慢慢找吧。叶欢，叶欢，你非要这么别扭地跟朕说话吗？皇上，臣妹只是一时没想明白，待臣慢慢开导他吧。叶太医，还是你能体谅朕的苦衷。臣自幼在江湖上闯荡，所以比臣妹更了解这世间之事，各有各的因果。这世间之人，各有各的无奈。吴应奇既然已经开始盘问金钥匙的事情，显然是对我们起疑了。我想，我们必须赶紧撤了，不然只怕走不了了。不行，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吴应奇虽然对我们有点起疑，但没有说破，反而送了我冰肌血肤膏，这说明他没有任何证据。
如果我们就此撤离，反而坐实了他对我们的怀疑。好，那我们就再观察一下看看。不过如果形势不对的话，我们只能放弃任务，先撤离再说。李太医，朕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一个特殊的人才去完成。此人必须武功高强，有勇有谋，最重要的是，还要对朕绝对的忠诚。一旦事情败了，不能说出是朕的旨意。朕思来想去，觉得只有你最合适。你可愿替朕分忧？臣万死不辞。这个铜匣子，乃前明的崇祯皇帝所留，里边不但有潜伏在全国各地前朝诸民联盟的名单，还有一份藏宝图。这个崇祯皇帝啊，生前昏聩无能，没想到临死之前还灵光乍现，留下了这么一个铜匣子和金钥匙的迷局，用来复国。所以朕必须得到这3把金钥匙，打开这个铜匣。皇上也想找到藏宝图，说来说去，皇上也贪财。朕是贪财，但是朕贪的财和你不一样。你贪财是为了你的乡亲，朕贪财是为了大清的子民，天下的百姓。我大清打入京城之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紫禁城里和国库的财宝都已经被崇祯皇帝提前转移了。眼下江山初定，天灾人祸不断，我大清国库空虚，朕有许多执政良策，都因为没钱而无法实施。可是鳌拜说过，这3把钥匙，一把在台湾郑经手上，还有一把在前明继王李定国的手上，最后一把在吴三桂手上。想要凑齐这3把钥匙，简直是难上加难。再难也得想办法。只要找到这3把金钥匙，将这些反党一网打尽，那朕就可以安心的处理朝政了。最重要的是，朕修路架桥，治理旱涝灾害，开办善堂，减负利民的钱就有了。现在说的那么好听，谁知道找到藏宝图以后，会拿这些钱真的实行善政，还是拿来跟自己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来奢靡享乐呢？皇上，臣定当倾尽全力，协助皇上找齐3把金钥匙。这3把金钥匙要一把一把的找。眼下李定国行踪不定，郑经远在台湾，只有吴三桂那把最容易得到。皇上的意思是，要臣去一趟平西王府，偷金钥匙。朕是不能下旨要吴三桂交出金钥匙，那样的话，他会抵赖说这把金钥匙早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被刘德昭的手下给劫走了，所以朕得派人悄悄地去偷，而且这个人还不能是宫里和朝廷里的人。臣明白了，臣不会找宫里的人去做帮手，而是去江湖上招募一些臣以前闯荡江湖时所认识的武林高手，只说是去平西王府劫财，不说是去偷金钥匙。如果成功了，臣便回来复命；如果失败了，臣宁愿一死，也绝不出卖皇上。李太医，此次行动十分危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若情况不妙，务必全身而退。臣定当不负皇上重托。那奴婢也去，正好有个照应。你去做什么呀？你不过就是轻功好，逃命还行。你去了哪是帮你哥哥的忙啊？那根本就是拖后腿。实话跟皇上说吧，奴婢在这皇宫啊，也待腻了，想要去江湖逍遥自在一番，顺便找到奴婢的未婚夫。离婚！不许去！凭什么？我们有言在先的，我早晚会出皇宫，找到我的未婚夫成亲的。老大，别再跟小弟赌气了。奴婢不敢，皇上别再折煞奴婢了。
那日在刑场之上，奴婢跟龙三已经断绝了兄弟之情，如今已经不再是兄弟了，而是君臣。好，那朕就下旨让你在宫中陪着朕，永远都不得离开。那奴婢如果非得要走呢？您是打算把奴婢的双腿砍下来啊，还是用铁链子把奴婢锁进天牢呢？易欢，皇上胸怀宽广，又重情义，所以才对你一忍再忍，你怎可不知好歹，得寸进尺？你那未婚夫迟迟不来寻你，想必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待他完成了心愿，归来寻你之时，你再向皇上辞行也不迟啊。到那个时候，皇上一定会放你离开的。欢梅，不要再跟康熙置气了，这样改变不了什么。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真的铜匣，查出内奸。我再借此次盗取金钥匙的任务，彻底激化康熙跟吴三桂的矛盾。我听你的，朱哥哥。对不起，欢梅，我知道这样很委屈你。等我们完成任务，我马上带你离开。朱哥哥，你不用跟我道歉。也许你跟师父都是对的。等光复了大明，你当上了皇上，也许你会是一个比康熙更好的皇上。欢梅，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太子，此次康熙派你去滇都抢夺金钥匙，没安着什么好心。若是成功了，自不必说；若是失败了，他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也不至于跟吴三桂闹翻脸。只是康熙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正好可以将计就计。等我拿到金钥匙以后，我就交一把假的给他，再向吴三桂透露我们是受了康熙的指使，从而进一步激化康熙跟吴三桂的矛盾。太子此计甚好，只是吴三桂早已知晓金钥匙的秘密，定会妥善收藏，并派重兵把守。你一个人前去，恐难达成任务。我等师长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跟你一同前往。若有诸位师长相助，此次去滇都盗取金钥匙，定能事成。可是吴三桂的平西王府机关重重，咱们这些人除了雪衣居士，没有人懂得机关阵法之术，所以没有他的话，此事不行。六师傅去山西追杀裘贵去了，也不知道得手了没有。盗取金钥匙也是当务之急的，我们得赶紧通知雪衣居士，让他杀了裘贵之后，火速赶往滇都，与咱们会合。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最近我训练了一批信鸽，正好派上用场。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你没想到吧？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朱明联盟的奸细，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而是师姐弟。叶倩影本姓樊，应该叫樊倩影，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父王。去，把叶氏兄妹给我擒了，拿回金钥匙，你就还是我吴三桂的儿子。
千影，二公子。千影，这些日子我一直忙于王府事务，没有抽空陪你。你可觉得孤单？还好，有王妃每日陪我四处游玩，而且每晚我还要配合心法内功，加强这冰肌血符膏的药效，并不觉得孤单。那就好。让我看看，你的脸遮得怎么样了？你怎么了？青影，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在客栈遇劫的时候，我对你说的话吗？五公子，你别追了，这三更半夜，荒郊野岭的实在是不安全。我不怕，我担心你。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你根本不必在意的。青影，你看到了吗？你是那样的美丽。这是我吗？这真的是我吗？是你啊，这当然是你。青影，你在我心中本就是一个内外兼修、文武双全的优秀女子。二公子，你还要叫我二公子吗？叫我应气。应气，多谢你，你给我的不仅是一份美丽的容颜，更是一份难得的温情。愿做他掌上的明珠。
什么要骗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事到如今，你还想骗我？你们明明就是明珠谷的杀手，你们也不是什么兄妹，而是师姐弟。你们遇见我也不是什么机缘巧合，而是为了那把金钥匙。你什么都知道了。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还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你接近我除了金钥匙之外，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不要撒谎，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你杀了我吧！虽然你没有喜欢过我，但我却是真的喜欢你。你走吧，还有你的师弟。你们都走吧。你说什么？你要放了我们？我父王已经在府外设下了500精兵，你们逃不出去了。拿着这把匕首，以我为人质。可是，如果我们走了，你怎么向你父王交差？我自有办法。别犹豫了，压着我冲出去。范千影、叶不生，你们赶紧放开二公子，我还能替你们兄妹2人在王爷面前求个情，否则的话，我今天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让开，否则我就杀了二公子！混账，还不让开！快让开，保护二公子要紧！
干什么？你们想害死二公子吗？啊！丽妃娘娘吉祥。哎呦，听说我们的世淑姑娘在做女工呢，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来来来，快坐下，喝点茶吧。哎呦，哎呀，现在丽嫔娘娘升做丽妃娘娘，开始取笑我了是吧？哪有？我升了丽妃又有什么用啊？这整个皇宫谁不知道，皇上最宠幸的是一个什么名分都没有的世淑姑娘。我才不想皇上宠幸我呢，没什么稀罕的。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啊！这是我第一次做女工，特别丑，你别笑我啊。咱俩一块长大，我还不知道你。来吧，我不会笑你的。好看吗？哎呦，这针脚可真是够粗的，果然是见不得人。不过没关系啦，你的猪哥哥一定会视若珍宝，不会嫌弃你的。这个不是给猪哥哥的。荷包是贴身之物，这又是你第一次绣荷包，意义非凡，不给猪哥哥给谁啊？这个荷包是给皇上的。你不是说对皇上已经死心了吗？我还以为你以后会一心一意地对待大师兄呢。我是对皇上死心了，我也正在努力对猪哥哥一心一意。可这是猪哥哥嘱咐的，他说让我别再跟皇上冷战了，尽快恢复以前亲密的样子，所以我才绣的这个荷包。大师兄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大师兄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一定很矛盾，很痛苦。薛姐姐，等我们查出了内奸，找到了铜匣，车主子进城，猪哥哥就不会再难过了。看到你终于能回心转意，我真替大师兄开心。应琪，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叫你应琪了，还是叫你二公子吧。二公子，多谢救命之恩。你们快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们。如果下次相见，绝不容情。二公子，二公子，撤！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驾！二公子，你没事吧？让他们跑了，这个王爷可怎么交代？快，在我胳膊上砍一刀。啊！这还不动手？一欢，明天是你的生日。这个呢，是太皇太后念我在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多次救过皇上，赏赐给我的蜀绣，连皇后都没有呢。你不是生平有3大愿望吗？一愿吃遍天下美食，2愿穿尽天下美衣，3愿治好你倩影姐姐的脸。所以啊，
这个珍贵的蜀绣，我就转赠给你，作为生日礼物。真的好好看啊！雪姐姐，你对我真好，从小到大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谁让你是我的乖乖小师妹呢？对了，其实你对皇上付出了更多，可是这太皇太后不仅没有赏赐你，连召见你、嘉奖你几句都没有。哎，我才不稀罕那个老太婆奖赏我呢。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才不会替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伪君子皇帝出生入死呢。大师兄要是听到你这番话，指不定有多开心呢。哎，对了，你和大师兄还有康熙是同一天生日，我还有一件生日礼物要给你，你猜猜是谁送你的？什么呀？哇，是头小猪啊！长得跟我还有点像呢。是你的猪哥哥送给你的。大师兄啊，担心他来不及赶回京城，早就预先给你准备好了礼物，放在我这儿，托我转交给你。你的猪哥哥是要你把它挂在胸前，系在心间呢。可是我手太慢了，光给龙小弟绣了一个荷包，猪哥哥的生日礼物还没有准备呢。没关系，虽然荷包是给皇上的，可是你的心是向着大师兄的呀。大师兄知道了，一定会很满足的。王妃，你慢点儿。我要再去晚点儿，我琪儿性命就不保了。不会的，王爷一向很疼二公子的，他不会真的杀了二公子的。叶姑娘，你怎么还没走？我不放心二公子又回来了，我要和你一起去救他。你若被王爷发现，性命就难保了，那岂不是辜负了我琪儿对你的一片苦心？王妃放心，我自有办法。府上没有人见过我的真面目，我现在马上假扮成你的丫鬟，随你一起去王府。不行，你去只会火上浇油。虽然我琪儿对你一往情深，但她不可能随你离开平西王府，跟你去浪迹天涯。你还是赶紧走吧。王妃，对不起，我必须去见二公子。我用的手法很轻，你的穴道很快就会解开。希望你尽快赶到平西王府，和我一起救二公子。至于你是否向平西王揭穿我的身份，就由你自己做决定吧。他们就这样拿你当人质给跑了。父王息怒，是孩儿一时冲动。当孩儿知道樊倩也是明珠谷的奸细之后，很是气愤，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对我，于是跑去和他对峙，结果没想到他却突然对孩儿出手，孩儿奋力抵抗，结果却不是他的对手。当他一剑刺向孩儿的手臂时，孩儿才幡然醒悟，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王爷，都怪属下无能，竟然让那两个奸细给跑了。父王，此事是孩儿一个人的错，与石将军无关。是吗？来人！王爷，将这个不孝子推出去斩了！父王，王爷，万万不可！二公子固然有错，但是罪不至死啊！父王息怒，孩儿知道错了，就请父王饶了孩儿这一次吧。你知道错了？你错在哪儿了？孩儿错在明知樊倩也是明珠谷的奸细，却妄想用儿女之情企图打。住口！
你到现在都还想骗我？现在知道疼了？据我所得的密报，樊千影可是明珠谷一众前明精英联手调教出来的绝顶杀手，而你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他若对你下手，你还有活的机会吗？这一剑不伤及要害，就说明他对你手下留情。你二人分明是你侬我侬，商量好了，你故意以自己为人质，放他逃脱。我说的可有错？父王英明，孩儿的小心思瞒不过父王，孩儿私纵大敌，罪不可恕，请父王恕罪。都小心点啊！要是把它掉下来摔了，我跟你们讲，你们的脑袋就咔咔搬家了。小心点儿。李公公啊，宜欢姑娘。哎，啊，皇上今天怎么没去御书房啊？皇上今天在御花园办大寿，这个后宫的太皇太后啊、皇后啊，所有的后宫嫔妃，全去御花园给皇上贺寿去了。哎，他没让你去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哪有什么资格跟皇上一同庆生啊？哎，宜欢姑娘，不是老奴多嘴，你这个性子啊，你得收敛一点儿。当初皇上扮成侍卫跟你结拜，只不过是一时兴起，图一个好玩，你还真就当真了。我跟你说，皇上毕竟是皇上，幸亏他胸怀宽广，对你又是一番真心。这要是换了别的妃子啊，竟敢忤逆皇上，就咔早就被皇上处死不知道多少回了，你知道吗？当心点儿。王爷，你是何人？回王爷，奴婢是侧王妃新买的丫鬟秋月。侧王妃得知二公子违反了王爷的军令，要被军法处置，竟然急晕了过去。奴婢特意来禀报你。叫他急，都是他教的好儿子。秋月，还不快回王府照顾侧王妃去！侧王妃有望月他们几个伺候着，侧王妃要奴婢来守着二公子。笑话！我违反了军令，王爷处罚我，你守在一旁又有何用？还不赶紧退下！慢！秋月，看着你，倒是比寻常的丫鬟胆子大了不少。若是望月他们几个，在本王的盛怒之下，早就浑身颤抖，站立不稳，你倒还能神色从容。王爷，手下留情！王爷，王爷，求王爷手下留情，饶过琪儿吧，贱妾愿受任何责罚。你的账，我回头再跟你算。愚人把儿子娇惯得这么不知轻重，为所欲为。贱妾知错了，王爷。但是贱妾膝下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孽障。只求王爷看在贱妾的份上，饶过琪儿，贱妾愿受任何责罚。起来吧，跪在这里，成何体统？谢王爷。琪儿，难怪你父王震怒，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敌我不分，私纵强敌？王爷，妻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
想当年王爷年轻时，不也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吗？琪儿这般多情痴心的性子，倒正是随了王爷的天性。琪儿，没错，世人皆说，父王年轻时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可当年父王乃是审时度势，察觉前明江山气数已尽，才迎着清军入山海关，成为这大清的开国重臣，并非只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若是父王只痴恋陈圆圆一个女人，又怎会再娶了你娘？又哪来的你呀？是贱妾头发长见识短，胡言乱语了，王爷。但是这人不风流枉为少年，琪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难以自拔，并非有意忤逆王爷，还请王爷饶了琪儿。琪儿，还不快求王爷恕罪！孩儿知道错了，求父王恕罪。琪儿，看在你娘的面子上，你只要肯在父王面前立下重誓，从今以后与那个樊倩影一刀两断，心里不再想着他，父王就饶了你。琪儿，还不快快向王爷立下重誓！娘，父王，孩儿不能立此重誓。孩儿不想欺骗你们，因为孩儿做不到。琪儿，你就醒醒吧！那个樊倩影对你的感情根本不是真的，她接近你就是为了利用你，她根本就不爱你，更不值得你爱。不是的，我相信倩影是爱我的。父王，虽然我们俩立场不同，但是我们俩却是真心相爱的，并且我们俩谁都不愿意玷污了这份真情。王爷，来人！二公子违反禁令，私放强敌，罪不可赦，拖出去给我斩了！王爷，万万不可呀！王爷，王爷，妾妾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儿子。王爷若杀了琪儿，妾妾也就不活了。王爷，你现在可愿立誓了？快呀！父王，儿子早已对倩影立过誓，永不相负。我若是再发一个假誓，那不仅是对倩影不忠，也是对您不孝。拖出去！王爷，王爷，你若杀了琪儿，贱妾此生已无可恋。王爷，就此永别。娘，王妃，娘。罢了，玉柔，看在你尽心尽力扶持了本王20年的份上，我就饶了琪儿这一次。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来人，将二公子推出去，重责50军棍。是。谢王爷不杀之恩。你给我千万忍住，不可露出任何破绽，不然你帮不了琪儿，反而会害了她。就打贱妾吧，王爷，王爷求您了。
晴儿，我们不要再打了，王爷，求您了，王爷啊！打！军令如山。哇，这么多美女啊！环肥燕瘦，春来秋菊，好漂亮。皇上，妾身祝您万寿无疆，福寿安康。皇上，臣妾知道皇上朝政繁忙，常常睡不好觉，所以亲手为皇上缝制了一个荷包，荷包里装着12味中药和香料，既能驱蚊虫，又能安神解乏。臣妾手笨，自然不能跟各位姐姐相比，不过是臣妾的一点心意罢了。这个荷包绣得真漂亮，闻一闻还有一股清香呢，神清气爽。有劳贤妃了。这贤妃的手啊，真巧啊，比起这御用绣娘的手啊还要巧。着实，在哀家看来，这后宫里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呢。